去走个亲戚。过两年的哪有串亲戚啊？哎呀，你管那么多干啥呀？别把锅给俺烧糊了。大宝娘，哎，大清早你要个啥呀？哎呀，可是出大事儿了。出啥大事儿了？哎呀，天给娘不知咋的，又冒出个娘来。就这呀？俺娘早就知道了。哎呀，她可是得了天花呀！啥？天花？可不咋的，那可是要死人的。他娘啊，不想连累闺女，非要走。天给娘一直追到村东头，硬是把他娘又给背回来了。你说的这可是真的？可不咋的。哎呀，娘啊，那得赶紧把三宝叫回来，这病可厉害了，这一染上就没命了。俺娘有个远房弟弟，就是得的这个，一家9口啊，全死了，哎呦，就活了一个。来，给你。娘别去，还是俺去。你不能去，你不要命了。哎呀，娘去了不也一样吗？俺身子骨娘结实，还是俺去。你给俺回来，回来！娘。四宝，你给俺站下，你给俺站下，站下！娘，你别去，不然俺打断你的腿！哎呦，大宝娘，这咋大清早就打起孩子来了？四宝，你站住！四宝，娘，你站下，你别过来！你不能进去，你不要命了！娘要是过来，俺就进去把门插上。成，俺听你的，俺不过去。那你也不能进去。俺也听娘的，俺不进去，俺就在这儿把俺姐喊出来。娘，姐，四宝，你咋来了？赶紧回去！姐，娘叫俺喊你回去的。俺不能回去，俺得在这儿照顾天给。娘也来了，你要是不回去，娘可就进去了。娘可千万不能进来，俺没事儿，你让娘放心，俺真的没事儿。三宝，快回去吧。俺不走，俺走了天给他们咋办？不是还有天后呢吗？天后咋能应付得了？你回去吧，嫂子，俺能行，大不了就是一死。哎呀，说啥呢？啥死啊活的？三宝，听话，快回去啊！俺不走，娘不怪你，你不回去，你娘呢还挂着呢。娘，你就啥都别说了，俺是你陆家的媳妇儿，你不能就这么赶俺走，俺也不会走。俺姐她不回去。哎呦，这死丫头都不要命了！三宝，你是个好闺女，你是俺陆家的好媳妇，俺陆家娶了你，是俺陆家的福气。娘，你别这么说，这都是俺该尽的本分。三宝，那娘就把小香、天后、天给都托付给你了。万一娘有个好歹呢，你可把他们给照顾好啊！三宝，那娘可就托付给你了。娘就替陆家谢谢你了。娘，你不能进去！哎呀，娘，你要做啥？婶子，你要做啥？俺不走，婶子！娘，俺不走，俺要跟俺娘在一块儿。哎呦！
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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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门！娘，开门呐！娘，在一块儿！娘，谢谢你了，大王娘。天给娘，让俺说你得想法子把你娘送走。送走？哎呀，你不知道这病有多厉害，这万一要是传开了，咱全村的人命都保不住了。俺明白你的孝心，可咱不能为了一个没法子救的人，把全村人的命都搭进去吧？可他是俺娘，俺不能把他送走。你不用劝，你赶紧走吧。你等等，你以为俺怕死是不是？俺这可是为了全村的人，为了孩子。俺不会连累全村的人，也不会连累你。你快走吧！你等等！哎呀，你给俺站住！你以为俺怕死是不是？俺做个样让你看看。你媳妇上天给娘那儿去了啊？你咋不拦着呢？哎呦，俺还没来得及拦，他就跑去了。哎呀，这他逞什么能啊？这是，都家里只有我小子就扔下不管了。哎呀，娘，你就先忙着别数落他了，还是想想该咋办吧。要是保他娘有好歹，这个家可就大了。你给娘闭嘴！娘家见不得你这副窝囊相。起开！天给娘为了自个儿的娘，连命都能不顾，这还真是少见。哎呀，俺看着只想掉眼泪。还有大宝娘也是好样的，这多进去一个，就等于多搭上一个。这病还真有这么邪乎啊！你可别在这方人家了。咱们还是等德永娘回来，听听韩先生咋说吧。三姑老，俺去韩先生那儿打听了。韩先生咋说？韩先生说，这病可是传得厉害，就算人死了，都不能算完，该传还得传。啥？死了还会传？哎呀，完了！这就是说，咱咋地都逃不过这一劫了。你先别在这瞎吵吵。韩先生没说有没有啥法子。韩先生说，最保险的法子就是给烧了，连人带住的地方一块儿烧，这样才能把病连根灭掉，才最把牢。啥？这可咋办？这天给娘要是也染上了呢？还有大宝娘，这都得给烧了。哎呀，人家韩先生没说烧活人，是说烧死人。这死人活人还不都是一样？这染上了就都活不了啊！给俺闭嘴！听见没？出去待着。三姑老，你看咱们现在该咋办呀？是啊，三姑老，赶紧帮着拿个章程吧。就照韩先生说的做吧。三姑老，这么做不仗义呀！三姑老啊，你再好好想想，咱们这都乡里乡亲啊！三姑老，这也是为了整个村子。唉，这病，万一要是传开了，咱全村好几百口子人性命就难保了，说不定还会祸害到旁的村子去。是啊，三姑老说的在理。哎呀，这也是没有法子。走，过去看看。走，走。三宝，你别着急啊，奶奶这就去把你娘和你婆婆换回来。娘，你不能去呀！是啊，奶奶，万一……哎
呀，奶奶都活这把岁数了，活得够本了，可你们没有你娘可不成。哎娘，董瑞，你得活出点男人的骨气来，不能给老丁这人丢脸。娘，爹，你在这看着天给他们。三毛，三毛。